歡迎大家收睇沙中拉近你，今集有我水泉澳村全一會羅姑娘。雖然4月尾5月頭天氣不穩，忽冷忽熱，大家出門記得帶翻把遮啊，但絕對擋唔到我哋出去潮一下嘅心。首先要同大家簡介一下交通路線先。今次我哋會喺沙田出發去尖沙咀，路線非常簡單。我有2個心水建議俾大家，選擇搭巴士嘅你可以坐207X 呢一架車，車程較短，直接喺佐敦炮台街落車，之後再步行過去就得啦。如果你想搭港鐵嘅話，可以喺沙田圍站上車，再搭屯馬線，一程就可以直接去到尖東尖沙咀站，唔使轉車，非常之方便啊！第一站我哋會嚟到星光大道旁邊嘅香港藝術館，今次裏面嘅展覽可以講係誠意滿滿啊！提大家，藝術館早上10點就開門，星期6日公眾假期仲會開放到晚上9點。第一個要推介嘅係呢一季嘅重頭戲《完美生活鍾愛園林藝術》，係香港藝術館首度匯聚咗北京故宮藝術館、美國芝加哥藝術館、法國凡爾賽館合共106件精選文物。整個展覽係以造園、遊園、賞園為軸心，帶大家去睇乾隆皇帝和法國路易14嘅豪華花園。最正嘅係你可以親眼睇到克勞特莫內嘅睡蓮池。現場亦都有張大千同埋文徵明嘅作品，呢一場跨越咗地域時空嘅完美大作，真係好震撼啊！睇完記得要吸晒全部嘅印章，就可以好似我咁解鎖咗一張非常之精美嘅明信片啦！哇，超有價值呢！現場仲有錄音導賞同埋一啲特色嘅工作坊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官網報名。展期會一直去到7月下旬，大家有興趣嘅就快啲去啦！睇完啲古典嘢，我哋不如睇下當下咯。呢個展覽揾咗19位香港藝術家，有資深大師，亦都有啱啱出道矚目新銳。佢哋會透過繪畫、水墨、陶瓷，甚至有多媒體嘅錄像，展現香港呢個城市嘅變奏。呢個展期去到6月初，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去睇呢啲超級精嘅藝術裝置啊！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嘅性格適合邊一種嘅藝術品，咁啊一定要嚟睇好物有形。館方喺4大館藏精選咗近100件嘅寶物，歸納成4種氣質類型。你啊可以睇睇自己屬於係優雅派、狂野派還是簡約派。呢個展期好長啊，適合慢慢睇。去緊海港城嘅路上，我經過香港文化中心，發現咗一個超級有趣嘅自助圖書站。你睇，只要你揀好心意嘅圖書，再輸入圖書嘅編號，書架就會自然轉動，書就會自然送出嚟。我啱啱試咗一下，成功借到書啦，真係好過癮！大家經過嘅時候要記得試試呢個自助服務喎。
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轉場去到海港城，睇睇呢部5米高嘅高達，好巨型啊！原來呢度舉辦咗萬代南宮夢展覽，最震撼嘅一定係高達展區啦！呢度嘅展覽有不同比例嘅模型，1:144、1:100，真係會令人哋瘋狂打卡啊！另外仲有好多好受歡迎嘅動漫系列展出，例如有超人啦、海賊王等等。呢一度亦都會有高達嘅明信片集印之旅，行完一個圈，儲齊晒啲印章，非常之有滿足感啊！好啦，今集帶大家睇完古今中外嘅藝術，又體驗咗自助借書，又朝聖咗萬代南宮夢嘅展覽。大家係唔係覺得4、5月真係好精彩呢？雖然海港城嘅展覽喺5月初已經圓滿結束，大家都唔使太傷心，因為暑假期間亦都會有高達模型小組，到時讓大家親手組裝，一起快樂拼砌。各位團友記得密切留意相關消息，大家快啲報名啊！今日遊記去到呢度，我哋暑假再見啦，拜拜。